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介紹我呢架 Honda GB350S。呢部車對我嚟講，唔單止係一部代步車，而係一架有性格又好適合日常使用嘅復古單缸街車。今次我會由外觀、騎乘感受、實用性同埋我自己嘅用車角度，帶大家睇一睇呢架車。第一眼睇 GB350S， 你會覺得佢係一種現代復古風格，佢保留咗一啲經典嘅元素，但係整體線條都係比較乾淨、比較現代嘅，唔係完全照抄舊時代嗰種感覺。車身比例協調，唔會太複雜，但係睇落有層次，屬於越睇越有味道嗰種。至於車頭嘅部分 ，GB350S 並唔係用傳統嘅圓燈設計，而係用比較現代化嘅燈組同埋造型，配合成個車頭嘅線條，令成架車睇落更加利落。儀表、把手同埋車頭都配合得幾自然。近睇嘅話，你會發覺佢唔係靠太多嘅花巧去吸引你嘅眼球，而係靠整體嘅比例同埋質感去表達佢嘅風格。由側面睇 ，GB350S 嘅姿態係幾修長嘅，但係又唔會顯得好笨重。S 版本本身帶少少運動感，所以睇落比標準版本再硬朗少少。呢種設計好適合喺香港嘅街道，因為唔會太大架，但又有存在感。呢副單缸引擎好有自己嘅性格，唔係靜靜咁樣行，而係會有一種比較實在、比較有節奏嘅輸出。對我嚟講，呢種感覺正正係 GB350S 最吸引人嘅地方。大家可以一齊欣賞下佢嘅引擎發動聲。真正騎上去之後，我覺得 GB350S 最大嘅特點就係低轉時嘅扭力同埋順滑感。佢唔係追求嗰種高轉爆發嗰類車，而係好適合慢慢順住個節奏去騎。市區行走、紅綠燈之間起步、慢慢巡航，都會覺得好輕鬆。至於改裝方面，我覺得 GB350S 係好有空間可以慢慢整理成自己嘅風格。無論係後扶手、靠背、燈具定係其他嘅外觀細節，都可以按照你自己嘅用途去調整。對於我嚟講，改裝唔一定係為咗誇張，而係希望部車可以更符合自己日常嘅使用習慣。我覺得 GB350S 唔係一架靠規格數字去贏人嘅車，而係一架好重視騎乘感受同埋風格嘅車。佢俾你嘅唔係極速，而係一種好容易投入嘅日常樂趣。呢樣嘢對我嚟講係好重要，因為我平時用車唔係純粹追性能，而係想揾一種真係適合自己生活節奏嘅感覺。總括嚟講， Honda GB350S 係一架好有性格又幾實用嘅復古街車。佢適合中意單缸味道、中意復古外形又想日常用得舒服嘅騎士。如果你想要一架有風格但係又唔會太難相處嘅車， GB350S 會係一個幾有魅力嘅選擇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！